大家好啊，我係 Kyo，歡迎再次返到嚟豐盛人生雲吞湯啊！陷入財務困難原因呢，真係多羅羅啊，五花八門咁噶。我哋呢個圍爐飲啖湯呢個系列呢，就會定期講下唔同人嘅獨特財政困境啊，研究下個處境同可能嘅拆解方法。免責聲明，今集嘅主題係老公嘅欠債，老婆需唔需要負責呢？話說 Kyo 啊，就同兼職嘅同事傾偈啦。原來啊，佢最近呢搞緊離婚喎。咁啊，當初結婚嘅時候呢，本來都想話做少奶奶啊，幸福快樂。咁但係結婚冇耐，佢老公就以各種嘅名義氹氹，向佢老婆借錢啊，冠冕堂皇咁話自己生意要現金周轉。後尾啊，仲攤大手板，要佢出錢俾佢去飲飲食食啊，去應酬。大嗱嗰度係講緊10幾萬啊，亦係佢出嚟工作之後嘅多年積蓄，幾乎都俾佢老公攞晒。後尾個死佬仲識埋第三者，咁於是呢，我同事就決定要離婚啦。呢個情形呢，就係婚姻存續期間啊，一方呢因為財務管理不善，向另一方借錢。造成呢喺夫妻關係之間呢，仲有一個債務同債權關係存在嘅情況。咁我就問啦，咁你送俾佢嗰啲就唔計啦，你婚內借俾佢嘅錢，你拎唔拎得返啊？咁佢又覺得呢個問題啊問得好奇怪啊，唔識答。而如果你拎呢個問題去問人呢，都可能有好多人聽完之後呢，個腦係輕咗機啊，都係唔識答。其中啊，要叫人思考嘅要點就係呢：結咗婚之後，你嘅財產仲係咪你嘅呢？其實啊，喺好多地方，包括中國大陸、歐洲國家同埋美國呢，都實行夫妻共同財產制，即係婚姻期間獲得嘅財產，喺法律角度入邊呢，係夫妻雙方共同擁有嘅。係一個共同嘅財產池啊，即係結婚簽紙之後呢，大家就同食一煲飯，同着一條褲，你嘅即係我嘅，我嘅即係你嘅，我嘅係我嘅，你嘅都係我嘅。當一方配偶喺財務上面做咗錯誤嘅決定而欠債，特別啊呢啲債務啊被證明為共同債務啦，即係例如話嗰啲為咗改善家庭生活而創業投資嘅欠債。而呢類嘅情況呢，係極有可能需要動用共同財產去償還嘅。而喺香港啊，夫妻嘅財產關係其實同好多地方呢係唔太一樣㗎。香港行嘅係婚姻財產分別制，即係你哋結咗婚啦，但係法律上你嘅錢呢都係你嘅錢，老公嘅錢呢都係老公嘅錢。呢個就係所謂嘅婚姻財產分別制。簡單嚟講，結婚係唔會自動將你哋嘅財產合併埋一齊嘅，所以咧多數屋企咧都會開個聯名戶口啦，兩個人啊，將共同日常生活嘅錢放入去啦，嗰度可能係幾千啊、百幾啊咁樣啦，平日生活使費喺入邊扣。因為我哋嘅婚後嘅邊個賺啊、邊個買啊、邊個落名去擁有嗰樣嘢，咁就歸邊個所有。其實對方咧係冇自動擁有呢啲財產嘅法定權利，所以從法律角度睇，如果你借錢俾老公，呢筆錢理論上係你嘅債權，你係你老公嘅債主，你有權追討，甚至可以話一開始你已經同佢講你想收幾多息啊，同埋分幾多期還啊，呢個就係我當時同同事解釋嘅要點啦。但係最可惜嘅係喺現實生活入邊，兩夫婦之間嘅金錢往來咧，往往都唔會有咁正式嘅借據啦，同埋合同噶。特別咧住埋一齊耐咗啦，亦都可能冇咗戒心添。亦都可能有啲情況係你生活上面受對方影響同牽制多咗，佢可能係比較強勢，你又唔好意思唔俾佢之餘啊，你甚至啊連銀行嘅轉賬記錄都冇啊，直接咧就現兜兜俾現金。呢啲情況咧就最唔理想啊！佢係冇白紙黑字作實，
咁樣咧，呢個追討咧就會變得非常困難，因為你需要證明呢個確實係一項借貸，而唔係一項饋贈，唔係送俾佢。不過咧，當兩夫婦決定離婚嘅時候咧，香港嘅法庭係有權咧將夫妻嘅財產咧進行重新分配嘅。法官咧會考慮雙方嘅貢獻啦、需求啦、收入能力啦等等嘅多個因素，做出咧公平嘅財產分割啊。而離婚嘅時候咧，夫妻間嘅債務問題咧，亦係咧醜婦終須見家翁嘅時候啊。夫妻之間嘅借貸喺離婚嘅時候咧，係會被視為婚姻財產嘅一部分。欠債呢個環節咧，就會被家事法庭納入整體嘅財產分配考量入邊啊。即係話就話咁講啊，家事法庭咧雖然可以咧將你哋嘅財產咧重新分配，但係佢係唔可以咧直接下令對方咧還錢俾你噶。就算你有清晰嘅借據，又或者係一啲清晰嘅借錢對話記錄啦，其實家事法庭再可以做嘅咧，只係咧喺分產嘅時候咧酌量啊分翻多少少俾你咧做補償。要確實咁樣追討欠債咧，你要係去循民事訴訟嘅方式入紙追討你嘅欠債啊。即係話咧，你係需要咧跑兩單嘅訴訟，一單就離婚，一單就追債啊，都好耗費時間、心力啊、金錢咁樣噶。不過咧，如果條數好大嘅話咧，亦都值得一試嘅。調解咧都係一個好方法啊。有興趣想了解多啲嘅話咧，歡迎喺下面留言啊。講到底，防範就於未然。就算依家你全家都好幸福啊，但係關於財務嘅往來記錄，特別係夫妻之間嘅大額金錢往來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應該保持清晰嘅記錄噶。所謂理不理財，財不理你。理財嘅第一步，亦都係最易嗰步，向來都係要做收支記錄噶啦。更加何況呢個係一個大額嘅金錢往來，就算你都覺得左手交右手啫嘛，其實咧都應該要做翻個記錄嘅，證明有呢件事去發生過啊嘛。其實就唔難嘅，只需要保留一啲借據或者係電子郵件記錄啦，日常喺 WhatsApp 對話同埋簡訊嘅記錄啦，總之入邊有清楚咁睇到借款同埋還款嘅內容都可以噶。如果對方借錢嘅時候啊，有其他屋企或者朋友在場嘅話咧，你到時咧都可以揾翻佢出嚟做證嘅。而講到法庭會採納最理想嘅證據咧，一定咧就係白紙黑字噶啦。你借錢出去嘅時候寫借據啊，係常識嚟啦，係嘛？無論正式借據定係手寫字條，你需要清楚咁講明借款金額、日期同埋用途。其次咧，銀行轉賬記錄咧，亦係非常之有力嘅證據嚟噶。特別咧，你轉賬嘅時候個備註咧係註明咗用途咧，亦都係一個好理想嘅證據嚟嘅。同上次一樣啊，今次 Kio 咧都準備咗一份借據嘅範本嘅。其實咧借據範本你上網揾咧真係大把噶啦。不過咧，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喺描述欄嘅連結嗰度咧下載翻啦。同埋咧，一定要就翻自己嘅處境情況咧去做出修改啊！記住，無論幾親都好，嗰啲想害你、壓榨你、揾你笨嘅人，佢喺想害你嘅時候，佢嗰一刻係冇諗過你嘅感受嘅。所以如果對方對你做一啲自保嘅行為嘅時候，去用各種嘅語言中傷你，俾說話你聽啊，你真係唔使理佢，亦都冇必要顧及佢嘅感受啊！而真正有腰骨有擔當嘅人，佢唔會走數，佢會愛惜你嘅，係唔會因為簽借據而閃閃縮縮嘅。講真啦，現今世代有借有還呢個黑白是非大道理啊，可以話已經蕩然無存噶啦。Kio 啊，甚至聽過有啲連親生父母咧都可以咧用佢自己嘅身份咧去壓啲仔女啊，一開口要錢嘅時候就話得有借有還啊。錢一到手咧就話啦，我生你嘅養你嘅，你唔係要我還啊咁啦。
咁其實一開始啊，你叫仔女送俾你咪得咯。為老都尚且不專，你話有咩方法唔搞到下一代會將借出曲解為贈與，借咗錢就着咗草嘅事，通街都係啊！記住，你係你自己財富嘅管理者，你借貸俾枕邊人嘅時候呢，你就一定要先擺開你個戀愛腦先，要充分咁考慮佢而家嘅所有條件，佢而家嘅收入啊、現金流嘅狀況係點噶？佢有冇其他嘅借貸呢？佢信用卡分期啊，仲還咗幾多啊？佢以往使錢模式係點樣樣噶？佢嘅誠信亦係點樣樣噶？以前有冇借錢唔還嘅習慣啊？簡單嚟講啊，你就要當你自己係銀行嘅主管啊，咁去思考咯。其實佢作為你伴侶，你就應該對以上嘅問題咧係了如指掌噶。如果你發現自己原來都仲係一知半解嘅咧，咁你就一定要去再深究下啦。如果借錢係為咗創業嘅話，你就更加應該要了解佢嘅全盤創業計劃。如果你係打本俾佢投資啊，咁你作為股東一份子，有冇機制攞到分紅或者係一啲股本派息呢？呢個分紅同埋股本派息有冇白紙黑字嘅文件作為記錄去保障翻股東呢？仲有啊，佢喺佢嘅創業計劃入邊有冇設立一個止損嘅界線同埋機制啊？咁樣咧就可以避免翻無了期將本金投入深不見底嘅虧損之中啊，而欠落巨債咯。創業咧唔係玩煮飯仔，如果你信佢可以創業做老闆嘅，你就更加要同佢認認真真啊。同埋記住唔好輕易做大額借貸嘅擔保人啊。講真啦，冇咁大嚿錢創業，咁做住斜槓試下水溫都未嘗不可啊。仲可以唔使辭職，留翻條後路子。如果覺得呢一集嘅內容有用嘅話咧，就記得 CLS 啦、comment 留言同埋 subscribe。留言區咧，亦都咧歡迎大家喺入邊留言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對本集嘅內容咧作出更專業嘅修正同埋補充啊，去造福翻其他網友啊，順便教下 Kio 我啊。下集我哋就會探討家庭嘅財務界線。今集可能你終於都知道啦。哦，原來喺法律嘅角度睇，你同配偶之間嘅資產係有條界嘅噃。咁到底乜嘢係家庭嘅財務界線呢？到底你係咪一定需要為最親嘅財務決定埋單呢？而如果次次都係你包底，